好啦，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桃园龟山有一场沙石仔场，迄个挡沙墙放起，规个土石灌出来，甲一个拄啊好过路的客停车的司机来甲活台死亡。讲这间沙石仔场的底质真歹，过去捌因为违法已经互罚过12届。明明是前科累累，甚至来占用着国有地，但是市政府所放伊去拢无咧管。即摆出意外咯，立委要求爱全面来稽查。目前这个沙石仔场的厂长洪勇业务过失致死罪申请受押，负责人以10万块来交保。敢是去翕到客停车经过沙石仔的工厂外口，沙石煞冲破铁皮，甲规台车带去，驾驶当场死亡。家属看甲真伤心。即摆阁发现，升温沙石厂过去就因为违反水土保持法，罚罚14摆，无经过申请扩建厂区嘛，罚12摆，早就有真侪前科，同市政府煞无积极处理。时代力量立委陈兆华批评沙石厂早就要停工。铁皮紧邻马路，大家根本都不知道这个里面竟然是砂石，违法使用土地是山坡保育地，中央地方主管机关都没有去要求停工。立委讲，前个月捌接到陈情，通市内有财经业者违法扩建占用国有地，升温沙石厂就是其中之一。怀疑这摆发生事故，都是因为业者超收沙石。砂石场现在可以无限制的一直挖一直储存所以才导致这个意外。主管机关同市政府讲，刷落来继续稽查。相关机关也到现场做联合的一个稽查，后续的部分我们也会持续针对辖内的砂石场来做相关的一个稽查跟清理。不过，等到出人命，才开始想要安怎补救，家属哪会当接受？无排除会申请国赔。目前沙石厂细娘登记的负责人先后以10万块交保，细楼的厂长以业务过失致死罪申请扣押。这件意外嘛，互人证实沙石业者当年违法，相关单位早就要负责管理。